咪生日去邊好？與其食幾千蚊一餐海景飯，不如帶佢嚟體驗200幾蚊7星級嘅貴婦 SPA 啦！呢度氛圍感直情靚到癲咗，我仲厚住面皮幫大家爭取咗送焗油嘅獨家福利，大家記得睇到最後啦！我今次帶媽咪做咗2個王牌療程，先係做全身熱石精油按摩 SPA， 媽咪一瞓上去，芳療師即刻俾佢聞氣，等佢放鬆身心先，然後就敲鐘缽，每一聲都好似將身體入面嘅繃緊震走咁，成個過程好有儀式感。佢哋仲要手勢好專業，由大髀小腿開始按起，逐下幫我媽咪推開疲勞。最犀利係佢哋揾穴位好準，我媽咪仲話一按到位嘅感覺真係鬆到入心啊！按完手腳就用熱石喺背脊慢慢推，熱力滲入肌肉底層，推走晒啲繃緊位，我媽咪直頭舒服到瞓着咗。按完摩成個頭油淋淋，梗係要做翻個頭療先啦。芳療師先會幫我媽咪洗頭，然後用按摩梳刺激頭皮穴位，再用人手舒緩肩頸，最後就做埋控油蓬鬆同埋頭皮補水。你哋睇下佢做完之後啲髮質幾滑，大家只要 follow 我同埋出示翻呢條片預約，就會送8重露髮膜焗油修復護理。想要埋其他福利嘅話，留言 SPA 即刻 send 詳細福利同埋預約詳情俾你。follow 我睇更多吃喝玩樂指南。